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，差不多过半个月，伫要中秋，一般认为讲中秋了后就会开始反天气，寒天衫就要开始摕出来穿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头做夹过叶夹第4条。大家字典解说夹是一款对襟的衫，一款天2颜的衫。古早讲是夹裘，另外一款穿伫咧内底颜的衫，叫做夹袄。若是穿伫咧长衫内底泡，叫做夹泡。另外，佫有一款裤卡下身的裤，叫做夹裤。也佫有一款袜仔叫做夹袜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夹衫，这是讲一款内衫；第2个词读做夹裘，是讲一款旧衫，有2颜内底颜，或者是讲是天相定的寒天衫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袂食5日粽，破裘唔甘放。也就是讲到5日节了后，旧裘啊才会收起来。一般是到中秋了后，才会慢慢啊反寒。就有一寡人惯势先豆豆甲一寡夹裘、寒天穿的夹衫摕出来，若是温度熊熊一个降低，才袂找无衫通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夹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